議員李宗麟在總結時講到危機，除了針對各縣市一連串假毒假輸的國家級警報，除了具體要求快篩試劑保障，列管假毒屢犯的預防性羈押以外，針對唔免審查背景、無看駕照、不管車輛登記，只要交保證金甲月費，馬上就當上路載客排車，嘛是一大危機。會中爆料有號稱1200位司機接單的龐大地下化體系，要求市府交通局嚴厲稽查，並加強檢舉的機制，來保障市民安全。他必須要有搭載的事實，雙方要乘客要做筆錄等等。你聯絡一下很困難嗎？我們還有曾經同仁要扮演乘客，去特別去抓他。我想，這其實是全國的問題啦，不只是6都，因為6都以外的計程車是公路總局管哦。那監理站也都是有排班在這個埋伏，在這個取締這些事情。好啦，我想要提醒一下啦，我這個上網隨便找了一下，有個車隊號稱有1200位司機，是每天超過4000單，假日破6000單。那配合的對象當然很多特種行業啊、舞廳啊，但是也有國中小的這個學生的這個接送。是，那再來這些司機沒有被管控嗎？這些司機有沒有可能毒駕？有可能嘛？所以它是不是會產生這個更負面的這個影響？可是我們在這個機制上面，我們還是必須要讓它被納管嘛。好，如果有真的有這麼具規模的白牌，我想謝謝議員提供資訊，我請同仁要來嚴加處理。我們能量不足，我們會請相關的，比如說警察、監理單位來協助。議員除了點出危機，嘛為中華東路因為林興的優化工程，衝擊到沿線店家生理向市府來請命，伊除了要求減免營業稅等相關稅務，嘛希望將店家列為台南購物節的特優名單。對此，市長吳英特嘛答應在這個會期結束之前來建議減稅、增加商機的辦法，借出振興地方。台南新聞，阮子林英光採訪報道。